nhớ rồi nó bé cụ đặc cho bé lọ cỡ bao giờ cho khám sát và ông không ta là bé to cỡ hay sao cho lượng quân chắc khươngอุปกรณ์quân chắcก่อสร้างนะยะlà nhớ đó khung càng tên tăng thì là khởi sĩ à nuôi bé cỡ cho tủ thiên năng gạo nó bé cỡ to tủ thiên năng gạo一百呢。好，今天呢我就带大家过来一起接着上一节课的生词，也是关于工程机械设备。那我主要是带大家一起读中文和英文，老语呢就不读了那现在大家一起去继续。上次呢我们就学到第20个词，那这次呢我们就从第21个词到最后一个词。那现在大家一起跟我读第21个词，吊架 lifting fan。第22个词，沥青喷洒车沥漆喷洒车tar spraying tank。第23个词，沥青融化炉asphalt melting furnace。第24个词，储油罐 oil tank。第25个词，空压机 air pump or compressor。第26个词，碎石机 stone breaker。第27个词，搅拌机 steering machine or mixer machine 都可以。第28个词，分钻 air duel pneumatic duel。第29个词，混凝土振动器concrete shaker。第30个词，混凝土填充机好，这个我也要弄一下，应该是这样还好一些给大家认识一下。好，就差了这个词。好了，第29个词再来一次，混凝土不是第30个词，混凝土填充机concrete filling machine。第31个词，打鼾机 tamping machine。第32个词，钻探机那个是这个写错，应该是钻探机，这个拼音呢应该是第4声，这个写是第1声平声，这个错了，是钻，像这个钻一样的你看这拼音的这个第4声应该是钻探机 drilling machine。第33个词，钻机 drilling machine。好，这2个词呢其实是一样的，在我们现场或者是工地上的话，我们经常听到这个钻机，而钻探机很少听到。或者是还有个词在这里，现场上你们可以听到这个钻孔机。好，我就变一下钻孔机。好，就这个词，钻孔机钻孔机也是一样的，钻孔机。
好，第35个词，第35个词，来，我们大家一起读啊。电焊机，电焊机 ，electric welder，electric welder。第36个词，射钉机射钉器，射钉器 ，fastening tool，fastening tool。这个词啊，这个设备呢很少用，好。在第37个词，皮带转送机，皮带转送机 ，build transfer machine，build transfer machine。第38个词，烘干机，烘干机 ，drying machine，drying machine。第39个词。发电机 ，generator， electric generator。第40个词，鼓风机 ，blowing machine。第41个词。打桩机 ，pile driver machine。第42个词，凿岩机 ，hammer drill。第43个词，剪草机 ，grass mower。第44个词，割草机 ，grass mower 或者 lawn mower。其实这两个词呢，一样的，都是一个意思。今天我也给大家列出来的，大家把今天呢我们就学到第44个词，也是最后一个词。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到这里，希望大家把第1个词到44个词好好记住在心里。以后呢，毕业后或者是现在也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然后正在工地或者是现场工作，然后如果是还没有还不知道一些这一些词呢，你可以记一下，然后到时候可以你自己你可以用一下，就是这些词呢对你来说以后对你们来说以后可能有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就学到这里，那谢谢大家。